15年啊 ，Instagram 有一樣嘢咧係大家要求咗好耐，但係一直都冇俾我哋嘅。今日我終於見到就係一個 repost 嘅功能啦。當我今日撳入去其中一段 reels 嘅時候咧，佢話俾我聽我可以 repost 呢段 reels。當我 repost 的話咧，我啲 followers 就有機會見到。同時喺 repost 嘅時候咧，我可以寫2粒字嚟 remarks 點解我想 repost 呢一段嘅內容。repost 咗之後咧，當有人撳入去我 profile 就會多咗個 tab， 就係 repost 嘅 tab 啦。除咗會列晒所有我 repost 過嘅內容之餘咧，同時之間我寫過嘅 remarks 嗰幾粒字咧，都會顯示俾用戶睇到嘅。邊啲嘢會令人哋 repost 咧？我覺得係一啲有價值嘅嘢，無論係資訊嘅價值，又或者情緒價值，其實咧都引起人哋 repost。但係咧，如果平時你做開一啲嘢咧，係能夠刺激到用戶 send 俾朋友啊 ，send 個 story 的話咧，其實應該咧呢一啲嘢都係可以刺激到人哋 repost 嘅。如果你平時都能夠做到呢一點的話咧，你嘅 reach、你嘅曝光嚟緊嘅時候咧，唔使特別做啲咩，但係都已經能夠提升唔少。